海景嘅各位港澳街坊朋友，睇下呢個 view，一線嘅無敵海景掂唔掂？無遮擋嘅，以後都唔會有遮擋啦。對面就係珠海橫琴啦，20分鐘車程到返港珠澳大橋人工島。今日睇嘅呢一趟89方就係做到6米嘅景觀露台俾到你望翻咁靚嘅 view， 而且仲要係大橫廳嘅設計俾到你嘅，實用率接近100%嘅。嗱，睇翻下廳一路去到嗰邊，哇，空間非常之市正，3間房，而且呢邊仲有個飄窗位全贈送俾到你嘅，都可以望翻海景。廚房位置啦，半開放式，用嗰陣時拉翻埋。櫥櫃3件套方太嘅，都係交樓標準。門口入嚟呢度一整排嘅鞋櫃儲物櫃都會預留翻俾到你嘅。3間房啦嚇，睇翻呢間就兒童房啦，望翻花園嘅。咁呢度呢，客廁乾濕分離，2間房呢，主人房同埋客房。呢間房就房出露台，直望翻無敵嘅海景，冇遮擋嘅。隔離呢，就係主人房啦，有埋套廁俾到你。呢邊整翻衣櫃，嗱，視野開闊，冇遮擋嘅海景，瞓喺床度都可以睇到。首期4到5萬蚊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現樓現剩單位，20分鐘到翻關口嘅。有興趣港澳街坊朋友，快啲 call 我睇樓啦！